激活一個新儲貼所需的物品包括兒語科技 EasyPatch 移動應用、泵體控制器、包裝完整的儲貼、一瓶室溫速效胰島素、酒精棉片。我們也有用戶使用皮膚膜產品或醫用膠帶提升佩戴體驗。進入主菜單，選擇胰島素輸注，選擇新儲貼，洗乾淨雙手並晾乾水分，打開儲貼的包裝，取出儲貼，把新儲貼放到清潔平面上，一隻手扶住儲貼，另一隻手捏住泵體，垂直連結泵體和新儲貼，向下按壓泵體控制器，直到聽到咔嗒聲，再次以45度角按壓泵固定，確保泵體和儲貼連接牢牢固定且嚴絲合縫。儲貼將會封明4次。用酒精棉片擦拭胰島素瓶頂部，將針頭擰緊到注射器上並拔掉針帽，緩慢拉動活塞，將胰島素抽入注射器中，輕彈注射器管壁，使氣泡上浮到頂端，輕推活塞，除去氣泡，垂直拔出注射器針頭。儲貼底部有個胰島素灌藥孔，將注射器針頭垂直插入灌藥孔，保持注射器豎直，保持針頭在注射孔內，緩慢用力地將活塞往上拉到底，除去儲貼中的氣泡，鬆開活塞，垂直拔出針頭，將注射器針頭朝上，拉動活塞，使氣泡上升到頂部，輕推活塞去除氣泡，直到針頭冒出一滴胰島素，再次插入針頭，緩慢將胰島素灌入儲藥貼，垂直拔出針頭，套上針帽，安全丟棄注射器。充盈之前，請確保貼片泵周圍沒有任何磁性物體，如手機、磁鐵、其他儲貼等。將貼片泵放在乾淨桌面上，一隻手固定泵體，另外一隻手半按進針鍵。點擊充盈。充盈過程需要一段時間。充盈過程請勿移動安全鎖。充盈完成之後，出現貼合和進針的提示。選擇一個平坦並有足夠脂肪的部位，用酒精棉片消毒，並等酒精風乾。水平滑動移除安全鎖。撕下2片保護膠布，注意不要按到進針鍵。將貼片泵黏貼在所選部位，用手指沿住膠布按壓一圈，固定泵體，用手掌按壓貼片泵，快速按下進針鍵，讓針進入皮下。點擊繼續。
現在儲貼已順利激活。